星期一，一名居住喺 Fairfax 地區嘅男子因涉嫌參與使用非法自動櫃員機盜賊器，從低收入居民手中竊取現金，被判3年監禁。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稱，嫌疑人 Sor Miguel Gayo 所屬嘅團夥先係使用被盜帳戶持有人嘅信息製作偽造嘅借記卡，然後使用呢啲卡從受害者嘅帳戶中取款。起訴書指出，佢哋重點喺非法獲取加州社會服務部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嘅資金，呢啲資金通過 EBT 福利卡帳戶提供，包括食物補助同工作補助福利。據悉，Gayo 係羅馬尼亞人，以非法途徑進入美國。去年10月，佢已對1項陰謀罪、3項銀行欺詐罪同1項身份盜竊重罪等認罪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